大家好，今日嚟玩呢隻 game 叫《三國風雲福利加強版》。咁我哋嚟換一換啲禮包易換碼先，同埋睇下啲福利。撳易換碼，咁跟住輸入返啲最好啦。第一組最好，第二組最好，500元寶。第三組最好，9527。第四組最好，其實全部細寫已經 OK 啦。第五組最好，第六組最好，第七組最好。咁暫時分享住啲禮包咁多先啦，仲有啲專屬福利。咁有啲登入嘅獎勵，要課金。咁仲有啲精彩活動，進行切磋，升級下官跌底先啦。可以揀一個宿命英雄自選箱，咁我哋揀關羽啦。關羽可以招募，暫時有關羽、馬超、許褚，升到12級。話要充值嘅，仲有啲7日登入獎勵，張飛升到11級先啦。切磋，咁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先，拜拜。